先生啊，機械騎士佢都係延續翻去緊呢幾場嗰啲出色嘅良好嘅表現喎。佢今次個檔位好啦，同埋1、2檔啲馬唔係咁快，咁佢好比較容易啲攞到個好位置咁樣。同埋呢場馬咧，保利亦都跑得好聰明啦。咁啊，雖然嗰隻立德金喺前面啫，但係佢係頂住佢冇機會俾隻馬入到。咁佢自己喺內欄啦，又唔使帶頭用咁多力啦，所以佢入到直路，佢仲有餘力去衝。過往呢匹馬其實喺4班都有表現嘅，某程度上係咪喺5班反而都係即係亦都可以話有少少優勢？過往嘅事啦，咁因為依家佢年紀開始大啦，咁越嚟越多新馬喺度啦，所以佢未必喺4班有優勢嘅。咁佢呢場喺5班，佢有個檔位好，同埋阿保利試習啊，都好了解呢隻馬嘅。咁啊，同埋今次都係重新啦，佢個檔位係幫到好多，同埋有7磅減。再一次恭喜晒文先生，恭喜晒，thank you。多謝。